度唔係啟德普通嘅住宅，呢度係真正嘅啟德站地王上蓋。呢個唔係簡單嘅鄰近，呢個係真正嘅無縫連接，出行無憂。項目分2期開發，共提供1490個住宅，提供多元戶型，從開放式到4房單位應有盡有，無論係投資定係自住，都能揾到適合嘅戶型。第1期嘅傳奇歷歷在目，906伙，接近100%受罄。至於2期，因單位更少，僅584伙，供應有限，加上現樓優勢，即買即住即收租。除咗獲用家與投資者追捧，亦受到內地客關注，遍及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同埋廣州。係次2期將以3房同埋4房先行，並計劃推出面積2000尺以上嘅大戶，採招標方式發售。預期可再掀搶購潮。第1期你或者錯過咗，第2期你仲要旁觀咩？立即行動，搶佔絕無僅有嘅站頂席位啦！